春花处处美丽了许多访客的心情。走在龙潭，丘陵间的高低起伏，每个视角都有不同的经验，让人在赞叹造物者的神妙之余，也能完全放松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。来到海拔350的高度，远离了都市的喧嚣，体验难得的自在。视觉的飨宴之后呢，也想要祭武藏庙了。这时候呢，如果能够喝口茶，有茶蜜在我的日常，还有呢，吃点下午茶，色调型。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想要吃点下午茶，有嘛该好色嘞？好，那有咖啡，还有点心。点心，点心有没有可以介绍和推荐？有啊，有秋玫瑰花的点心。秋玫瑰花的点心就它了。好。茶树和花海勾勒出一幅幅绝美景致，一间小屋坐落其中，极简的布置和一旁的一草一木完全融合，毫无违和感。能悠游其中已经很满足，没想到小屋里的厨子还能够让餐桌风情，花中有画，画中有花。花神玫瑰不止在花园里，如今也能够跃然盘中。听说等一下要端上的是秋玫瑰花的点心，到底能吃吗？我想我应该会舍不得吧。两黑秋玫瑰花的点心。哦，秋玫瑰花的点心，光看就想吃哎。不过这是用什么做的？没有苹果、肉桂，然后酥皮。我都好喜欢吃哦，它就直接这样吃吗？做起来会不会很花时间？稍微要有点技巧，然后有点时间性，要珍贵，慢慢的品尝才行。就直接吃哦。对，一定要来试试这秋玫瑰花的点心。好酥哦！吃了之后真的觉得快了青头发哎。茶蜜的清香，伐的娇媚，还有蚂蚁的温柔接触，深刻了龙潭的小旅行，就像是这一道秋玫瑰花的点心，丰富了龙潭的餐桌风情，也许给我一段人间四月天。